讲到吼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伊足介意吼用别人家的故乡的名产吼，甲人学啊好。我顶摆吼就甲伊做伙食饭，食到一半，伊手甲力量啊，我看鸡肉饭加伊来的，哦，看伊甲伊讲话吼，讲到长甘味甜呢，我足爱买的。我说女朋友吼，毋对，因为伊女朋友我熟，我熟悉宜兰人。宜兰人哪会叫鸡肉饭？无唔对啊！你女朋友是宜兰人哦，上济叫鸭想吧？哪会叫鸡肉饭？你讲看卖，你莫问这啦！你讲看卖，你讲清楚。你敢有食过嘉义有一间最有名的鸡肉饭叫？这个笑话你若听无，你就莫听有吼。